好，第一條，以下邊一位係超級巨星嘅成員咧 ？A 係胡鴻鈞 ，B 陳欣妮 ，C 張麗穎 ，D 就係梁文禮嘅啦。陳欣妮一定唔係啦，藝員嚟噶嘛，你知定唔知啊？好渺茫嘅。講好。喂，睇住佢有人啊！喂，睇後啲，唔好車多，睇後啲。胡鴻鈞、梁文禮。喂，落車睇下先，我冇事先啦，上去。胡鴻鈞、張麗穎。仆街啦，賺到啦！好嘢，啱咗，好嘢啊！梁文禮唔係咩？你覺得唔似係嘛？呢個名好似唔死得喎。似係啲騎嗰啲梁文點啊？你串氣啊？點啊？係啊，類似啦，好大鑊喎！好，第二條。我死啦！死佢！我死佢！係唔存在嘅。B 咧就係 Marshmallow Kisses。C 就係小娟與山谷裏的居民。D 咧就係 Rubber Jam。係。第二嗰個我覺得係有嘅，咩 Marshmallow 啊？係 Marshmallow Kisses。Marshmallow Kisses 好啦，即係 2PM 小娟與山谷裏的居民。有兩隊唔存在嘅，一隊唔存在嘅啫。佢呢啲就可能有。2PM 應該有啦。有㗎，2PM 有㗎。有啊，應該。